湾的时代嘛，真正有对咧时代咧行。规个亚洲来讲，那个无一个国家是立法讲同性会用的结婚的。咱第一名 ，Number One。但是翁仔某做伙哦，哎食醋咧。啊，你要去倒啦？跳什么舞？伫厝敢要跳就好啊啦。老夫老妻其实足幸福的代志，即摆佫有伴咧，同齐去啦。同齐去。亲密的一寡行为，对身体好处到底是啥物咧？迄更较有弹性，皮肤会变好，年岁嘛愈来愈长，因为伊快乐啊，伊心理去影响着生理。甲查某斗阵无好啦，你甲查某斗阵好无？我爱袂落呢。对啊，你爱袂落啦。迄都毋是我的性取向。愈老就愈无爱行出。时代吼，若要交比你较少年的朋友，我想碰碰。不要说教。你的朋友拢无伊啊，你的少年也无，你当然要足孤单。请收看《食老无土